等你无计较，恐惊感觉会无了了。咱庄的阿婆讲你上缘投，上爱食乌鱼、煮面线条。美国的生活敢会较有聊？为什么遐久无转来学阿聊？等你来友好，恐惊已经黄昏日落后。若要等你无计较，恐惊学了会变无聊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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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L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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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